咱来三个祈祷。特别是阮搁一摆要对诗篇来学习中间的教示，阮感谢你对诗篇121篇，阮知你不是咧保守阮，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求你帮助阮，增加阮的信仰，会当倚靠你，无论拄着什么代志，相信你有第一好的安排。愿你通过罗卜的嘴，讲出你活命的话，利益伫阮的灵性。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咱今日要看诗篇121篇，诗篇121篇，我相信咱大家拢真熟啦吼。这诗篇这篇吼，对这诗篇120篇到134篇吼，这15篇或者上行的爬行去耶路撒冷的诗，有15篇，拢总有15篇，拢总伫这个所在。啊吼。内底吼有5篇是大卫写的，有1篇是所罗门写的，剩的唔知影啥人写的。121篇咱唔知影什么人写的。圣经学者大半拢讲有可能是祭司写的，甚至伫耶路撒冷的祭司写的，嘛有可能是。遐去耶路撒冷雕像的人，因写的，这拢有可能啦。啊，诗篇121篇哦，真出名。剩的这14篇哦，咱老实讲，咱拢真少在看。诗篇121篇，我会记得，阮伫台湾哦，阮的教会吼，若有人要出国的时候，拢会唱诗篇121。咱确定要念的。圣诗42首，迄调足水的，我足爱迄个调，确定安唱就知哦。拢会唱迄首哦。就是若有人要去做兵啦吼，也是有人要搬走啦吼，拢总会唱这首圣诗。搁一摆将因交代互上帝保守的下面啦。我要讲的之前哦，是安怎诗篇121篇会上界互人笑念，剩的较无。我有读到一个牧师写的吼，无伊所讲的无圣经的根据，毋过我感觉不只合理啦，不只合理啊。你咧就爬行的时候，迄是因为耶路撒冷伫山顶啦。你要去耶路撒冷敬拜，人拢爱爬行，所以都爱爬山爬起哩吼。迄行也有通爬。因即个诗吼，即个爬行的诗篇是因哪爬是哪唱啦，哪爬是哪唱。即个写的人是讲诗篇21篇会遮尔出名，是因为即内底拢在讲上帝保守保护的代志。咱确定一节看，你就会当看。咱拄有读过吼。咱拄有读过，咱确定一节来看，你就会当看较清楚。伊讲吼，犹太人，早时的犹太人，因拢下愿一生爱一摆去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今仔日的回教的信徒嘛，还阁安尼。逐年有一个时阵伫麦加，因足侪人伫遐。以前犹太人嘛是安尼，即马有无我毋知。因吼，迄个时阵也无飞机，也无高铁的，拢无，都爱用行路的。即个牧师在分析的是，我感觉伊讲的不加合理啦。伊讲吼，犹太人对逐所在来到耶路撒冷，伫遐要敬拜上帝，特别是搬假节的时，搬假节差不多。迄个时阵吼，要对因住的所在去到耶路撒冷吼，迄有爱计划足久呢，嘛爱阁欠钱的，迄毋是遐简单的代志。伊用一个例吼，就是
迄个伫马可第15章遐吼，有一个叫做一个叫做西门，或者西运，台湾有翻做啥我袂记啊。即个西门即个人吼，对伊对古利奈人啦，对啦，或者古利奈人西门啦。即个古利奈吼，伫倒遐？古利奈是伫即卖的利比亚，利比亚吼，利比亚是伫埃及伫北非埃及的西边。伊要对遐去到耶路撒冷吼，就行过埃及，才佫行去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出埃及吼，敢若对埃及行到上帝的迦南地吼，都遐熬40年哦。你甲想讲一个人，因一个人，伊要对迄个伊的所在要去到耶路撒冷，遐计划足久，爱欠足侪钱，因为迄个搬假济的时哦，迄祭祀得女行的人足侪哦，所以吼，迄强盗甲土匪吼，迄是因上好做生意的时呢。拢会出来抢，所以要来雕城的人吼，真正是欲望足大的险。除了计划，除了安尼用，因迄阵爱行，上计互你骑骆驼，是爱用足济功夫，用迄个心要去耶路撒冷敬拜，会拄着强盗，会拄着土匪的抢，即个可能性拢有。因行到遐。伊讲，当因行到迄个耶路撒冷的山骹要爬迄个崖的时候，因已经经过足侪代志啊！因到遐敢若感谢那点，爬迄个崖吼，对因来讲是因一生的愿望，就是要做这项代志。所以伊讲哦，因为诗篇121篇拢在讲上帝的保守，因真正体验到。对因兜行到遮，即中间若无上帝保守，因无可能来到遮。所以我拄好讲，这无圣经的根据，这是伊用推想的，用迄个古利奈人西门，这个人你故事是，伊对利比亚行去到耶路撒冷，行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爱甲想象，伊毋捌去耶路撒冷哦，人生头一摆到耶路撒冷，看到一大群人伫遐咧排队，伊毋知影咧创啥的，伊挖去看耶稣举十字架，人要甲钉十字架啦。伊想讲要去看老热啦，就徛到遐看，伊要来守祭，伊要伫遐看老热，方甲伊拖去替耶稣举十字架。所以你甲想讲，伊的旅程哦，经过遐尼艰苦来到遐哦。佫互人拖去甲耶稣举十字架。我会记得几来年前，我有讲到咧讲即个西门。耶稣讲：恁若要对我，就爱举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圣经内底吼，拢叫咱都爱举家己的十字架。敢若即个西门吼，互人压迫去替人举十字架，因啊，你甲想吼，一撮路遐尼远来到遮，佫互拖去这。伊敢袂感觉足衰的？要发生啥物代志，无人知。即款的诗篇121篇，对因是非常大的安慰甲保证。咱要看以前吼，我要爱讲几项啊，甲诗篇迄个121篇有关的。咱拄仔有读啦吼。第1节甲第2节吼，这毋是这啦，稍等下啦。听吼，第1节甲第2节吼，伊讲我今仔日要用巴克利博士的翻译，迄个较顺啦，我读着较顺啦。新的我就爱去看才会晓，这旧的我背就会晓背啊。伊讲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站对倒来，我的帮站对摇啦。第1节甲第2节，伊拢讲我。做事的人，什么人咱毋知，有可能是祭司，有可能是朝圣者，伊行过这条路，伊知影，所以伊讲我举目，我，这个是我。
对第30到第八节吼，伊是对别人讲，因为过去拢讲你，上帝要帮助你，咱确定一节一节看就知，这吼，这是真有意思的所在啦吼。头2节是用我，过去的第30到第8节拢总用你对别人讲的。啊吼，对第30到第8节6节的中间吼，保守甲保护出现6摆，所以这个诗篇是伫强调上帝的保守甲上帝的保护。我伫牧会的时候，伫牧会中间，我拢学别人讲英语啦吼。因要人要转去的时候，拢会甲人嘿 take care， 你捌听人安尼讲无？take care。我吼家己牧会了吼，家己经过一寡代志了吼，我深深体会吼 ，take care 之字吼 ，take care 是照顾啦，你要照顾。我真正深深有可能这是我家己的感受啦。我感觉吼，会当 take care 咱的人哦，敢若上帝物件，你知无？咱家己嘛无法度通 take care 家己呢。会当时要甲你生啥，你拢毋知呢。咱你讲起来，敢若咱真无灵哦。我捌甲人分享我的想法，因听会讲，你安尼讲有理啦，毋过 take care 是大家都安尼讲。我甲因讲哦，咱无法度通 take care 咱家己，咱上佳的是会当 take it easy 安尼大家。take it easy 是吼，放互轻松啦，毋免计较啦，毋免想啦。啊，对家己的要求毋免伤大，啊嘛毋免对别人要求伤啦。take it easy， 你 take it easy， 求上帝 take care of 你，安尼，就是安尼啦。我真正有迄个感受，这个诗篇吼，是上帝 take care 咱的诗篇 ，take care 咱的诗篇。这会当分做几来段啦吼。咱来一节一节看吼。对迄个第1节到第2节吼，请你先用第1节到第2节吼。我夜幕山，我的帮助对倒落来，我的帮助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这节圣经吼，读起来实在讲无啥物问题啦，这真简单的代志。总是吼，有一款翻译吼，有一点仔问题。这个翻译是 King James 英语的圣经的翻译的问题。我有做出来吼，我即马搁落去迄张是英语的吼。迄种 I will lift up my eyes unto the hills, for whence cometh my help。啊，句点吼，敢若 King James 安尼翻译俩。剩的英语的圣经拢翻下骹迄个，后壁是用问号，毋是用句点。我提这个出来讲是讲哦，King James的翻译吼，老实讲真无妥当啊，因为伊这个故事是讲，我要夜幕来黄山，我的帮助是对遐来的，这个是这个意思。我的帮助是对山来的，毋是啦，咱的帮助毋是对山来。下骹这个翻译才对啦。下骹这个翻译讲，我要夜幕来黄山，看到山遐尼水吼，我想着讲，我的帮助是对倒遐来，毋是山，是。第2节，伊讲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上帝来，这个翻译较正确啦。这个翻译较正确。我吼，这标点符号吼，有时啊创毋着意思差了，伊顶头用句点，迄个意思就是帮助是对山来，下骹用问号。
伊是咧讲，我的房产是别位的来的，毋是山。我开始做牧师的时，住伫阿伯达，人客若来，我就带伊去 Rocky Mountain。Rocky Mountain 我足熟的啦，我定定去。总是我讲，我头一遍去的时候，我头一遍去看到遐个山哦，我头壳咧想到啥呢？我想到诗篇第8篇，上帝啊，你的创造遮尔伟大，哦，我想到迄首圣诗 How Great Thou Art， 你真伟大，迄首圣诗，就是对诗篇第8篇来嘛。我想到诗篇19篇，穹苍宣扬上帝阳光迄首，佫想到诗篇121篇。我真正足感动诶！上帝好安排吼，我尾啊吼，伊佫个带我去山里尾去牧会，拄伫迄 Lake Superior 的边啊。迄 Lake Superior 吼是5个大湖内底上大个。我2-3礼拜前才去，我无时间。我住伫遐的时候，我定定带我的囡仔吼，热天。要落西北雨以前哦，阮超工驶车去湖边哦，敢若蹛遐看云，甲看星呐、雷公安尼讲哦，真正是足壮观的呢。这大自然有影真水，总是咱的房产毋是对大自然来。什么大树公、石头公，迄拢毋对。咱的房产是上帝来，这是这个做诗的人。伊的信仰告别，伊讲我的房产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我有去看迄个 Eugene Peterson 的翻译哦，Eugene 我真爱去看伊的。我若读圣经在，我真爱比较伊所翻的。伊翻这2节翻了足水的，我有做出来吼，真简单。我相信咱大家拢知影意思。I look up to the mountains. Does my strength come from mountains？ 问号毋是，讲 No. My strength comes from God, who made heaven and earth and mountains. 伊挑工哦，因为伫问山的代志，我台湾的翻做创造天地的上帝。伊 Eugene Peterson 挑工向 mountain 落内底，是因为诗人就咧问山的代志。我感觉这个翻译真简单，真容易了解。我毋知King James 的圣经当时翻译的是安怎安尼翻，我毋知。总是我感觉迄个翻译是无妥当。这是咱的信仰的根本。佫第2部分是第30到第8，咱要来分开来看。咱来先看第30到第4节吼。伊无互你的脚摇拽，保守你的的确无拄眠。看，保守以色列的也无拄眠，也无困去。这吼头一个吼，无互你的脚摇拽。新约的圣经讲，伊袂互你绊倒。意思是上帝会甲咱扶持啦。遐个人对因兜行路行到耶路撒冷哦，迄骹若无用，就无可能做这个代志啦。我愈坐回来愈感觉哦，咱的骹实在足要紧的。恁大家骹都爱顾，咱大家啦，毋是恁尔啦，我嘛是啦。咱大家拢爱顾，下骹若软落吼，拢爱靠人，你看，真正的呢。求上帝养壮咱的脚吼，咱的新的翻译写讲，伊袂互你绊倒吼。我感觉这个翻译，我会黑白想，我讲上帝袂互你绊倒，毋过无表示我袂绊倒咧，无表示我袂绊倒，我若脚无力嘛是会绊倒咧。老人若跋倒吼，是足费气的代志，咱大家拢知影。所以吼，我用即则圣经在顺续
甲咱大家建议哦，脚爱顾好用，口耳爱顾好用。搁落去吼，保守你的的确无拄眠，看保守以色列的也无拄眠，也无困去，这个讲同款代志。这是在讲哦，上帝不时在看顾咱，上帝唔免困啦，咱拢爱困，上帝唔免困，伊袂拄久，伊拢在看，目睭金戳戳在甲咱看。你老实讲，若有一个人目睭金戳戳定定咧甲你看，你会爽快袂？我感觉这是真大问题，你敢袂输一个监视器伫遐边仔有人在看，啥人在看你也唔知。因为这上帝信仰个别安尼是真好来，上帝无拄面拢在看顾我。毋过老实讲，上帝直直甲我看，这真麻烦，敢袂？你麻烦袂？恁会啥物咧？恁捌去渥太华？渥太华的迄个国会内底有一个走廊，内底拢吊一寡。迄落历代首相的相伫来遐吼，真趣味哦。即嘛毋知还佫安怎，我毋知。伊迄个图吼，遐个首相的相的目睭吼，你安尼甲看，你行去倒遐吼，你看伊的目睭，迄目睭拢对你行吼，真正安尼呢，真正安尼。我去甲我着真闲，我去行几落摆，我去试皮个出路。伊目睭真正对我行来行去呢，我行去遐伊就行来遮，看到真正毛毛的，你敢知？看到遐毛毛的，我上帝讲白，伊拢无拄面，安尼在甲你看，吼、啊！我佫看到一个伫 internet 看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就是你创造过来迄个美金1箍吼。美金1箍后壁吼，有即个圆圆一个内底，顶头一蕊目睭，下骹一个敢若祭坛，有13个坎，13坎。你知影这是什么意思无？我去 Google 去找哦，什么意思咧？早时的清教徒吼，你知影美国开国的是13州那点？我有甲算，迄啊拄了13站。上帝的目睭伫遐伫看顾，拄啊成立迄个国家，真有意思的代志呢。上帝的目睭，如果即摆讲目睭讲遮尔济，我讲上帝一直在甲咱看，你会感觉四遍120米甲咱讲的吼，上帝直直甲咱看吼。毋是要甲咱找咱的毋对啦，是出伫听的，不时的看顾咱。上帝逐项拢知啦，上帝逐项拢知啦。我无法度骗上帝，骗甲伊会当听我，无即落代志啦。伊拢知影，所以咱当地讲耶和华在看，目睭在。无拄面在看，毋免紧张啦。伊毋是要找咱的麻烦，伊是真正咧甲咱保守。对即款的假事，我有2项要甲咱分享。头一项是，伫上帝面前，咱毋免暗卡。伫上帝面前，咱毋免暗卡。我拄仔讲，咱无法度通骗上帝，去互咱骗去，所以遐听咱，无即落代志。绝对无即个代志。咱最近伫台湾的新闻看咧，过去安尼讲话讲甲大细声，遐讲仁义道德讲到规嘴的啊，即摆拢变出来吼。啊，常常听到迄句“凡走过的都必留痕迹”，这因为Abraham Lincoln讲一句话：你会当骗人一时，你袂当骗人永远。这有影啦，人咱都无法度通骗永远啦，何况上帝？伫上帝面前，你毋免暗藏，我嘛毋免暗藏，伊拢知。
伊拢知，伊还阁听咱，这才是宝贝的所在。搁一方面，当你受人误会的时候，咱若普通受人误会，咱拢要甲人说明。啊，有时啊，我捌安尼啦。有时啊，我知影我毋对吼，我有要暗砍吼，所以我愈想要甲人说明。你捌做这个代志无？我捌啦。我相信咱加减拢捌。咱知影咱毋对，咱要甲人说明，直直要甲人讲到个。我要讲的是，你若真正互人冤枉，你真正无毋对，真艰苦有影。我捌拄着这个代志，我出伫好意做的代志，因拢甲我曲解，啊，佫死过去压。总是吼，我迄个时阵，我知影我无做毋对，我伫上帝面前我会当交代，伊知。保罗伫罗马第12章第19节讲，毋通为家己报怨，宁可互上帝替你受气。我翻译，我要翻讲，宁可互上帝替你出气啦。我知影你互冤枉一把气无地法啦，上帝替你受气，你嘛是要搁咧气。上帝替你出气啊，因为圣经记载讲，主讲伸冤在伫我。我会报应。我知影，迄个过程毋是真好过。我知影，耶稣互掠去钉十字架呢，伊想冤枉甲互杀死的。上帝替伊伸冤。咱看真济信仰的先辈，因伫做代志的时，拢甲真侪人甲伊误会，后来大家才知影因是正确。路德马丁嘛是安尼，加尔文嘛是安尼，真侪人拢安尼。上帝目睭在看，咱无必要解说，毋免解说。我淡江中学的校长哦，陈树弟校长，阮要毕业的时，伊甲阮讲一句，是安怎甲阮讲这？我即摆是袂记的啦。伊甲阮讲吼，恁毋免逐项代志拢甲阮解说。会了解你的人，你毋免解说，伊安怎知？未了解你的人，你搁较讲就无路用。啊，这有影，这有影。你伸冤在你上帝，上帝在看。过来第5节甲第6节，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这是做事的人，过一摆告别伊的信仰。保守你的是耶和华，毋是山，毋是人，是上帝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永远。这个正边吼，咱新约的圣经翻讲，伫你的身边做你的永远，总是原文是正边 ，right hand。上帝伫你的 right hand。我有去查迄个注解吼，正边对犹太人来讲是真要紧的物件。你会记得咱的使徒圣经，耶稣受定43日国外上天，打坐伫上帝的大屏，大屏就是正屏啦。迄个正屏是吼，你所尊重的人坐的所在，毋是干那伫身边那定啦，是真正上帝伫你的正边。换一句话来讲，咱要爱上帝，甲咱保守，要甲咱家己有将上帝看作要紧啊无？上帝坐伫倒位啊？上帝坐伫你的性命的倒位啊？正边，你尊重上帝，
伫圣经内底有真侪所在，新约圣经内底司提反啦吼，希伯来的作者，因讲因有看见上天国外耶稣坐伫上帝的正边，许多圣经是对这圣经来的。耶稣上天了后，坐伫上帝的正边，上帝尊重伊呢。我感觉这个正边毋是凊彩讲的，这个正边伫遮有迄个意思。上帝做你的应允，伫巴黎书亭遐尼热的所在吼，应允大家拢听有啦。热的日头咧晒的所在，你走去秘伫遐。我细汉的时候，应允什么意思我毋知吼。我一个主日老师甲我解说吼，我感觉伊讲了，伊甲我讲吼，你捌互恁老爸修理无？我哪有迄落毋捌，定定要拢修理。你互恁老爸修理的时，有人来甲恁占无？有啦，阮阿嬷啦，阮阿嬷拢嘛来，讲要甲我压咧吼，伊讲，迄就是应允啦。真有意思的说明哦。我细汉时定咧互修理哦，我若去互修理时，我拢看阮阿嬷伫倒下。我知影阿嬷若迄会来做我的应允，会来甲我扎啦。有时出去外口甲人冤家吼，迄落我拍袂赢的吼。我嘛去找迄落比伊搁较大颗的来做我的应允。上帝毋是做咱的拍手，我毋是讲迄个意思啦，无迄个意思。伫危险的时，伊会当甲咱保护啦，会当甲咱保护。伊讲日是太阳袂伤你。台湾热天热到要死，咱大家拢知影吼，太阳会伤人。着沙艰苦，太阳会伤你，应允会当甲你热迄太阳，互你袂受伤。暝是月也要害你，我为着即句话，我去找语句找偌济咧。Halloween 特别到啊！吼，你即摆咱常常看到一寡迄落安尼画着看着真惊哦，拢有一个月娘，你敢有感觉？迄个 Halloween 的上来迄种，咱讲吼，有一款人吼，那月圆的时候会起笑呢，有迄落人。恁捌听即落？英语有一字啦，或是 lunacy，lun L U N 是月娘的意思啦。lunacy 是中文翻做精神错乱。那月圆的时，就开始了讲有即款物件啦。这是我伫语学找，我即摆拢无咧读册啊，拢敢若看语学来听，我去找语学。这就精神错乱。听讲有即款病啦，有一个，迄个圣经啊，这是讲日是太阳袂伤你，是咱目睭看会到的灾害；暝是月也袂害你，是看较袂到，总是存在的物件。我感觉这个解说是袂甲拉歹。讲来讲去，拢是咧讲上帝的保守，甲上帝的保护。第7节到第8节，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做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这就是我讲，阮伫台湾的教会要出国。要做兵，要搬离开的人，阮用这则圣经，这两则圣经上的，咱大家拢真需要这两则圣经，敢毋是？我拄仔讲的，咱求上帝照顾咱 ，take care，咱家己 take it easy，take it easy。无论做啥物代志，
毋通超过。啊，咱今仔日吼，搁读马太第1章，迄是圣诞节咧读的啊。啊，搁马太上尾一章，我今仔日的题目以马内利啦。马太第1章，天才去找约瑟，讲耶稣的名要告诉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马太第20章的上尾一节，耶稣甲学生讲：我要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认为这嘛是以马内利，敢毋是？耶稣的应允，伊要甲咱常常甲咱伫地，到世间的末日。这嘛是以马内利，敢毋是？我毋知影马太写福音书的时，意思毋是超工安排，我毋知。开始用以马内利，结束嘛用以马内利。伫即两个以马内利的中吼，咱看到刀正肉体的代志，咱看到好人互人冤枉、定受一个代志，咱看到人会跋倒，真侪伫马太福音内底你看会到，所有的拢咱所经验的着拢伫即内底。马太用迄个以马内利，拄亲像册两边安尼夹伫遐，真有意思，敢毋是？我会记得阮细汉的时候，伫写批吼，写批拢互人教讲吼，写批上尾也要写以马内利。什么意思？上帝甲咱同在，上帝甲咱同在。这是基督徒第一号要告别的是讲的话。以马内利，我本来是确定啊，要甲恁报告的时，才要甲恁公布，即马甲恁讲啦。恁知影我的丈人过身吼。啊，小丽已经转去，伊真伫意爱我甲恁大家说多谢，因为真侪人写 message 互伊。啊，我即篇讲道吼，老实讲，上头想讲年底才要讲，因为我年底要转去台湾，啊，转去3个月。啊，即个代志发生，我不得不爱提早转去。啊，我老实讲，我嘛烦恼讲，啊，我搁加走2个月，啊，要安怎？所以着啊，昨昏昨日有写来，到我要转来，港台拢安排好，这真正是真厉害的代志啦。啊，真感谢王进财牧师，即马拄啊转来伫遮，伊拄啊退休转来。啊，牧师无退休啦，你免想啦，吼。我顶礼拜有甲苏秘长就讲，你去甲王牧师讲，伊若讲 no， 我才出马。我伫咧舞啊，你哪会使毋舞？真正，我真感谢上帝。咱的教会对疫情到即马安尼吼，啊，咱顶礼拜做伙过感恩节，真正是真欢喜啦。我嘛感觉真歹势，我着爱离开遐尼久吼。啊，实在讲，你叫我搁坐一座飞机转来讲道吼，这伤过要求伤济啦。毋是钱的问题，这座飞机真歹坐啦。所以吼，我转来吼，台湾好大好大，食面遐尼济，我袂伫遐受苦啦。所以我吼是即摆是5个月才转来。不过港台拢已经安排好啊，我真感谢上帝啊！我伫祈祷中笑念，我若是讲以马内利，咱来参加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这个诗篇，互阮搁一摆确信，你是听阮的上帝。你不时伫看阮，有时阮惊失措，你犹顾听阮，阮悔改，你接纳阮。
阮感谢你这款的恩典，感谢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阮恳求你，甲你的教会三甲弟弟，伫这个所在，这牧长的牧养的下面，恳求你，互这个教会会当继续成长，互你的名得到荣光。阮感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